带去读唐诗。心西山温恰不语，作者屈为诗篇。绝顶一毛枝，直上30里。阔冠无动帛，贵色为暗记。若非君才机，应是吊秋水。差敌不相见，泯免空拥子。初识新乌中，上升万重里。及此却犹绝，书足同心意。虽无宾师意，破敌千情里。行尽红下山，何必带凄凄。感慨，屈为这个人呢，听讲是唐代将军300年，上帝长惠寿的诗人，享年96岁，96岁哦，伊会当长寿，而且还在健朗。有这首诗的意境呢，你就会当读出端详。诗一起赋，就讲出你要来拜访温恰，必须要远离尘嚣，按山骹爬起来到30里远的高峰。两句的绝顶甲直上呢，毋单单是描对，也稳稳来讲出攀登的辛苦。第3甲第8句呢，到位上门，并无看到同事也是仆人的相态。反观迄个色内呢，布置非常的简单朴素典雅，温恰无伫的。若毋是外出的访友，一定是劈竿来钓鱼，来所以找无人，枉费一片的苦心。后面8句的前提呢，就是讲费尽心力，爬悬30里俊秀的高峰，看袂到温恰，找袂到人，迄种失落感可想而知。也毋过一刹那的中间的转念，由失望改变成欣赏周围草色的青翠，晚风滴滴，吹来上土的水声潺潺。这种清新的境界，上适合到伊的雅兴，境界当洗涤心灵深处的垃圾。虽然无拄到温恰，也毋过已经领悟到清净无异的真理，这好像毋是失而复得呢。而且呢，也可以当自由自在来游行，游行到心愿已足的时阵，再一欢乐来下山。这个瞬间的转念，是毋是咱电视里讲的成语随遇而安呢？读诗的囡仔袂学歹，有气质，还有文采，读诗快乐哦。